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铁又搁推出着新便当咯。这回是甲文创园区来联名，以鸡排甲花卉为主菜。结果好目色的网友发现讲，这个便当并无任何猪肉的食材，无非嘛是受到非洲猪这影响。台铁讲，这个菜单伫2个月前就确定了，抢拄抢真拄好，撇开这届猪肉风波。 便当盒内底多项配菜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台铁和文创园区推出联名便当，为今仔日开始到11月16，伫咧台北、松山、南港、含七岛，坐火车民众都买得到。是因为要品尝新的菜色来的，目前可能不会吃猪肉啦。台铁又推出新的联名便当了，可以看到这次主要的菜色是鸡肉还有鱼肉，猪肉的部分则是没有采用。这个菜色是我们2个月前就已经设计好的，跟猪肉是完全没有关系。台铁最热卖的排骨便当是用冷冻带骨里脊猪排哦，销售量都没有变。业者传的食材拢有伫咧注意，尤其即卖边境查检愈来愈严格。不外乎是2类，一种是 X 光的扫描，一个是直接开箱，不是这个非洲疫区班次的，你就拿绿牌子。那现在就是一律都同等的查核，强化在边境的管理。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就宣布，针对全部入境的旅客，会全面提悬验行李的比例，无论敢是来自疫区，拢可能叫抽检。除了入境无分红线、青线，甚至技术零检或者是无老实申报，若是掠到违禁猪肉制品，就会扣罚上悬100万的罚金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